大家好，我係海樂，歡迎嚟到海樂知識之旅。呢個頻道會透過閱讀分享、人物專訪同埋應用軟件嘅示範，陪伴大家一齊喺呢個知識之旅嗰度咧，一齊去揾一啲閃閃發光嘅寶石喎。希望大家揾到呢啲閃閃發光嘅知識寶石之後咧，令到自己嘅生命能夠越嚟越富足啦，越嚟越有。今日要介紹嘅書呢，都係被討厭的勇氣系列嘅書嚟嘅喎。被討厭的勇氣呢，上次嗰本叫做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啦。咁今次呢，就係第二本嚟嘅，即係同一系列嘅第二本書。咁呢，就叫做被討厭的勇氣二部曲完結篇。副標題係人生幸福的行動指南。作者咧同上一本書都一樣嘅，都係有兩個，岸見一郎同埋古賀史健。又係究竟出版啦，出版年份係2016年嘅。咁關於作者咧，我都簡單咁樣去講一下啦，因為其實上一集都有講到嘅。呢一本書有兩個作者啦，咁佢哋就係岸見一郎同埋古賀史健嘅。岸見一郎出生於1956年，生於京都。高中開始呢，就已經立志以哲學為業嘅。佢喺京都大學文學研究所博士結業啦。1989年開始研究阿德勒心理學，積極從事阿德勒心理學同埋古代哲學嘅著述同埋演講啦。又任職多間醫院嘅年輕人心理諮商工作啦。佢亦都係日本阿德勒心理學學會認證嘅諮商師同埋顧問嚟嘅。咁另外一個作者古賀史健啦，佢生於1973年，咁都細過岸見一郎好多嘅。佢係自由撰稿人，參與過好多暢銷商業書刊嘅出版啦。佢好擅長以聽寫嘅方式嚟書寫啦。作品以臨場感同埋節奏感咧獲得好評嘅。好啦，講呢本書之前呢，咁都約略咁樣去講一講呢本書嘅故仔啦。咁其實呢，我講呢本書嘅時候呢，都無可避免都要講到上一本書嘅內容，因為其實呢兩本書呢係有連結性，即係有連貫性嘅。咁上一本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呢，係令到讀者知道阿德勒心理學嘅重要概念啦。包括處理自己嘅人生、處理人際關係嘅重要原則啦。從上一本開始呢，我哋透過上一本書呢，我哋能夠學習到課題分離啦。減低甚至放下被認同嘅需求，同埋建立平等互信嘅人際關係等等嘅。上一本書呢，就着重於理論嘅同埋概念嘅展示。咁呢一本書呢，就會多啲去講阿德勒心理學喺現實生活中嘅應用啦。好啦，嗱，其實呢本書頭先講咗啦，同上一本書係有連貫性啦。咁呢兩本書嘅特色咧，都係以對話嘅形式咧，去帶出阿德勒心理學嘅概念啦，同埋點樣應用喺日常嘅場景嗰度嘅。咁但係咧，雖然係以對話形式去帶出主題啦，帶出呢本書嘅主要內容啦，咁但係咧，其實呢本書咧都好有故事性嘅喎。咁所以咧，成個古仔我就要從上一本開始講到嚟而家，即係呢一本書啦。咁
好啦，其實咧呢兩本書都係講緊咧一個年輕人啦，同埋一個哲學家之間嘅對話。咁呢個年輕人係乜嘢背景呢？佢咧就係出自一個家庭式嘅即係生意嘅一個即係普通家庭啦。我哋可以話即係一個小企業家庭啦。佢嘅屋企咧係開印刷廠嘅，即係嗰啲家庭式嘅小型印刷廠嗰啲啦。咁佢有一個哥哥啦，同佢啦，即係兩兄弟啦。佢哥哥咧就對於父母嘅安排言聽計從嘅，咁咧亦都佢父母咧對佢哥哥咧都好高度評價嘅，但係對佢咧又唔同喎，成日咧都攞佢同佢哥哥比較啦。好明顯咧，佢屋企即係佢父母係錫佢哥哥多啲嘅。咁佢哥哥咧，亦都會喺長大之後咧，繼承佢哋嗰間嘅家族嘅即係家庭式嘅印刷廠啦。而呢個年輕人本身咧，佢就冇興趣做印刷生意嘅，所以佢亦都冇心要繼承家庭即係呢個家庭式嘅生意嘅。佢咧就喺大學畢業之後咧，就選擇咗一份大學圖書館嘅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嘅工作啦。而呢一個選擇咧，令到佢咧同佢父母之間咧都產生咗好大嘅衝突嘅。佢父母其實好唔中意佢揀呢份工嘅。好啦，喺即係年輕人同埋哲學家嘅第一次見面啦，即係年輕人第一次嚟到哲學家嘅書房，同呢個哲學家展開對話嘅時候咧，呢個年輕人其實係帶住好多嘅迷茫啦，帶住好多嘅疑惑啦，甚至係帶住好多嘅憤怒咧嚟到哲學家嘅面前嘅。而哲學家所提倡嘅世界好簡單，人生都係一樣，而每一個人咧都能夠創造到幸福嘅。咁年輕人咧對於呢一番嘅説話咧，其實就非常之唔贊成嘅。咁所以咧，因為佢自己所經歷嘅嘢唔係咁樣嘛，咁所以咧佢就同哲學家之間咧就提出即係展開咗一段非常漫長嘅對話啦。上一本書咧就係講緊咧呢個年輕人同個哲學家咧分咗5晚去對話嘅。好啦，對話完咗之後咧，呢個年輕人開始改變諗法啦。咁後來咧，佢咧就離開咗大學圖書館嘅工作啦，去揾咗一份咧教育嘅工作嚟做喎。佢成為咗中學教師喎。咁佢咧一心都好想將阿德勒心理學嘅理論用喺教育現場啦，但係咧就受到即係好大嘅挫敗喎。咁咧就發現咧，佢一用阿德勒心理學嘅教導嘅時候咧，搞到課室咧秩序一片混亂啦。佢真係好忍受唔到啦，因為阿德勒提倡平等啊嘛，亦都提倡咧父母同埋仔女之間啦。老師同學生之間咧都建立平等嘅夥伴關係嘅。咁咧佢發現咧唔用老師嘅威嚴咧，就搞到咧課室秩序大亂啦。於是咧佢又翻到哲學家嘅書房啦，同哲學家咧又再次展開新一輪嘅對話喎。好啦，呢一本書咧對於社會意識啦、人生嘅任務咧，作出咗更深入嘅探討啦。成本書咧都係好似上一次咁分開5部分嘅。第一部分嘅題目叫做可惡的他，可憐的我，就係講緊咧我哋好容易咧有一種嘅怪罪他人啦，同埋受害者嘅心態嘅。而第二部分咧就係為何否定賞罰。咁咧阿德勒咧對於賞罰咧呢樣嘢咧就有佢好獨特嘅見解啦。佢認為咧其實罰學生咧固然係唔好啦，但係讚其實都唔好嘅，
因為咧你讚一個人嘅時候咧，都表達緊咧其實你係處於高級啲嘅位置啦，而被讚賞嗰個咧就處於比較低級啲嘅位置嘅。咁但係阿德勒心理學咧，其實佢嘅心理學啦，或者叫做佢對於人生啦，對於社會嘅哲學咧，佢係提倡平等嘅。好啦，第三部分咧叫做由競爭法則到合作法則。嗱，咁呢一段咧就係講緊我哋點樣去同人建立互助合作同埋平等嘅關係嘅。第四部分就係凡給予的就得着。咁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諗啊，我得到啲乜嘢咧？我喺譬如我喺一段關係啊，或者我喺社會啊，或者我喺家庭裏面，我能夠得到啲乜嘢？但係其實咧，阿德勒心理學咧係提倡我哋先去主動給予嘅，而當我哋能夠主動給予嘅時候咧，好多時我哋就會得着嘅。第五部分咧就係選擇愛的人生。咁呢一部分咧都好着重講愛呢樣嘢啦，因為咧愛咧係人生嘅使命嘅其中一個人生嘅使命嚟嘅。好啦，呢一本書嘅即係大致上嘅內容分享咗啦，咁我都分享一下我自己讀呢一本書嘅3個得着啦。第一就係第一個得着咧，就係課題分離同埋教育之間嘅關聯啦。好啦，咁我諗都重新咁樣去重溫一次上一本書講嘅課題分離係乜嘢啦。課題分離咧，其實係講緊咧，如果嗰個課題咧需要承擔後果嗰個人係邊一個咧？嗰個課題咧就係屬於嗰個人，而其他人即係唔需要承擔後果嘅其他人咧，唔應該去介入別人嘅課題嘅。其他人咧其實只係只係限於咧作為一個諮商者啦，或者一個幫助者嘅角色嘅啫，即係唔應該去下指導棋，話俾人聽啊，你應該點做啊，或者你一定要點樣做，而係只能夠去俾意見啦，係啦，或者係喺需要嘅時候提供幫助嘅。好啦，咁去到教育現場又點咧？咁咧呢度咧呢本書亦都講啦，即係係透過對話咧就哲學家去講出阿德勒心理學嗰個嘅佢嗰個倡議係點啦。咁阿德勒心理學認為咧，願唔願意學習咧，其實係學生嘅課題嚟嘅。咁咧，如果咧家長同埋教師唔能夠做到課題分離嘅情況咧，就會係家長老師會強迫學生學習啦，以為佢好為名啦，去干預佢哋啦。但係相反嚟講咧，課題分離嘅話咧，家長同埋老師只係諮商者嘅角色啦，隨時準備好去幫助呢一啲嘅學生。咁咧，其實嗰個主題咧，即係阿德勒心理學嗰個 keyword 咧，我都要再講多一次啦。而呢一本書都有提及嘅，就係話我哋只能夠將一隻牛咧帶到去水邊，但係飲唔飲水咧係牛自己決定嘅喎。即係你唔可以話喂，我餵佢好啊，於是咧我帶咗去水邊之後咧就夾硬撳低佢嘅頭要佢飲水嘅。好啦，阿德勒心理學認為教育嘅目的係乜嘢咧？佢認為教育嘅目的咧，其實係幫助學生自立喎，呢個係最終目的嚟嘅。咁而課題分離嘅態度咧，其實更加能夠幫助學生自立嘅喎。因為學生本人咧係需要對自己嘅課題咧負上全責啦。咁所以咧就能夠更加咁樣幫助佢自立嘅。咁嗱，我諗都唔難想像啦。如果我哋相反嚟講，如果父母或者老師不斷咁去介入嘅時候，不斷咁樣去下指導棋，話俾佢聽，你一定要咁做，或者你應該要咁做嘅時候，咁其實好多嘢唔係個學生自己嘅決定啦。
久而久之佢會依賴咗老師或者家長幫佢做決定啦。咁咧到時候咧，到佢成咗年之後咧，佢都未必識得自立嘅喎。即係而家嚟講好多有一個名詞叫 kiddo 啦，即係話成咗年之後都好似細路仔咁啦，唔敢承擔責任啦。咁其實咧都係唔自立嘅一個表徵嚟嘅。好啦，第二個亮點咧就係基於夥伴關係嘅橫向社會結構喎。咁阿德勒心理學鼓勵我哋咧建立橫向嘅人際關係啦。咁要實現呢一種橫向關係咧，互相尊敬係非常之重要嘅喎。咁尊敬喺呢一個語境之下咧，其實意思就係接納對方本來嘅樣貌啦，不帶批評啦。亦都無需要刻意去讚賞佢嘅，即係只係我哋對於而家佢係點樣咧，我哋就接納佢而家嘅樣貌啦。對於我哋唔認同嘅人咧，亦都要尊敬喎。咁能夠幫助我哋尊敬嘅不二法門係乜嘢咧？咁就係同理心啦。我哋要多啲問自己啦。如果我哋擁有佢嘅頭腦同埋心境嘅時候，我又會唔會好似佢咁樣諗，或者好似佢咁樣做呢？咁多啲從對方嘅角度去出發啦，以對方嘅視角去出發啦，咁咧就反而係容易產生尊敬之心嘅。好啦，第三個亮點咧，就係阿德勒心理學咧提出不能迴避嘅3大人生任務喎。咁呢3大人生任務係包括工作啦、交友啦同埋愛嘅。工作咧就等我哋有機會咧貢獻社會啦，喺共同體之中咧揾到應該有嘅位置同埋歸屬感。交友咧令我哋有機會學習同人建立互信嘅夥伴關係啦，令我哋對共同體嘅歸屬感咧係更加穩固嘅。至於愛咧，哇！呢一個課題咧係最難達成嘅人生任務嚟㗎，即係最艱難嘅人生任務嚟㗎。咁嚟愛呢度講緊嘅愛咧就係愛情啦。即係話我哋同伴侶之間建立嘅關係啦，慢慢伸延至到咧，對於我哋生活緊嘅地方啦，我哋嘅共同體啦，以至到呢個世界嘅大愛嘅。咁愛點解咁重要咧？阿德勒心理學認為咧，愛係能夠令到我哋咧從自我中心解放出嚟嘅。令到我哋成為自立嘅大人。如果未能夠愛嘅話咧，即使事業好成功咧，亦都未能夠算係真真正正係自立嘅喎。阿德勒心理學咧，對於愛呢樣嘢咧，尤其是愛情啦，好多人咧都會話：哇！我會好不由自主地陷入愛河啊！我難以自拔啊！我陷入咗啦咁樣。但係阿德勒心理學咧否定有陷入愛河呢一種嘅愛嘅。咁佢認為咧，真正嘅愛其實唔係陷入嘅，而好多人咧講緊陷入嗰種嘅愛咧，其實喺心理學嘅反應咧，同物欲咧其實係冇乜分別嘅啫。因為當你咧喺鋪頭見到一個好名貴嘅相機啦，或者見到一件名牌衫啦，你未買得到佢咧，你都會成日諗住佢嘅。不過咧買到之後咧，就即係一得到手啦，拎咗返屋企之後咧，好快就會厭㗎啦。或者甚至如果買件衫返嚟咧，亦都未必真係着嘅，擺喺衣櫃嗰度發毛嘅啫。咁呢一種會唔會同愛情好相似咧？其實都幾似嘅。有啲人咧未得到之前咧就哇愛到死去活來啦，跟住咧真係建立關係啦，拍拖之後咧就覺得咦佢都唔係咁好嘅咁樣，係啦，都成日有咁嘅情況嘅。好啦，愛情咧仲有一個咧，我哋都好多時會相信嘅嘢，亦都係迷思嚟嘅，就係話我要等命中注定嗰個真命天子或者真命天女出現喎。
但係其實又係唔係呢？阿德勒心理學咧，亦都否認有命中注定嘅愛人呢樣嘢嘅，認為咧命中注定嘅愛人其實唔存在嘅。咁點解會有一啲人咁諗呢？一來咧，會將即係我哋人類咧，成日都傾向將愛咧好浪漫化啦。二來咧，亦都俾一啲人咧，佢哋因為害怕承擔愛嘅責任啊，咁佢哋拒絕愛啊。咁拒絕愛嘅最好方法，即係最好嘅託詞係乜嘢咧？我命中注定嗰個未出現啊，我嘅真愛仲未出現啊，我要等到真愛出現，我先至去愛。但係其實咧，阿德勒心理學認為咧，呢一個只係一個藉口啦，排除晒我哋身邊所遇到嗰啲即係可能嘅選擇啦。咁當我哋排除晒啲選擇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去愛啦嘛，亦都唔需要承擔愛嘅責任啦。咁所以咧，呢個係即係好多時係一個因為自己有咁嘅目的嘅一個推託嚟嘅。咁阿德勒心理學認為愛咧係自己主動去愛嘅，從我嘅幸福咧變成我們嘅幸福，咁從而咧我哋就從我哋即係從自我中心咧解放出嚟啦。因為我唔會成日去諗我嘅幸福啊嘛，我要去諗我哋嘅幸福啦。喺開始嘅時候，要主動去愛啦。對方點樣回應呢？其實係對方嘅課題嚟嘅。嗱，呢度咧又講緊課題分離啦。即係當我哋要愛嘅時候咧，呢個係我哋嘅課題。咁所以咧，我哋係要主動去愛嘅。對方接唔接受我哋嘅愛啦？其實咧就係對方自己嘅課題，佢係有權決定接受或者唔接受嘅。因為接受或者唔接受嗰個後果咧，其實係佢承擔㗎嘛。咁當然呢個課題亦都係佢嘅課題啦。咁所以咧，一旦喺愛呢樣嘢都能夠運用到課題分離呢樣嘢咧，我哋自己嘅主動性咧就會係強好多啦。因為我哋唔需要等到有人嚟愛我，我先至去愛我先至去愛其他嘅人啦。好，咁咧就大致上咧我哋嗰個即係今日要分享嘅3個亮點就分享完啦。不過咧，我都好想咧分享一段我節錄出嚟嘅對話俾大家嘅。係啦，呢一段對話咧，其實個主題就係維持單純。因為被討厭的勇氣嘅系列，其實個最終極嘅主題就係世界很單純，人生也是一樣，每個人都能創造幸福。係啦，咁咧咁究竟呢一個嘅主題，咁哲學家同埋年輕人之間佢哋嘅對話係點樣呢？哲學家就話啦，應該喺呢度咧畫上句點啦。咁呢度咧就其實呢一段對話就係佢哋即係哲學家同埋年輕人之間咧嗰5部分嘅對話接近尾聲。咁所以哲學家就咁講，喺呢度應該畫上句號啦。今晚應該係我哋最後一次見面㗎啦。咁年輕人就話咁啊，哲學家就話啦，我呢間書房唔應該係你咁樣嘅年輕人一再前來嘅地方，更加重要嘅係你係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應該停留嘅地方係課室先至啱嘅，你應該交談嘅夥伴係嗰啲會繼續生活落去嘅孩子們先至啱㗎。咁年輕人就話啦，但係問題仲未解決喎，喺呢度結束嘅話，我一定會再次迷路㗎，因為我仲未有抵達阿德勒心理學嘅階梯啊。咁哲學家就話啦，的確你都未開始走上階梯嘅，但係應該已經踏上咗第1級㗎啦。3年前我講過，世界好單純，人生亦都係一樣。但係喺結束今次嘅談論之前呢，等我再加一句說話啦。
咁年輕人就話係乜嘢啊？哲學家就話世界好單純，人生亦都係一樣，但係要維持單純呢，其實係好困難嘅，因為平凡無奇嘅日子正正係考驗嚟嘅。係啦，咁咧我都好想讀返最後一段啦。與世隔絕的哲學家書房，只要踏出這扇門，等待在外頭的便是一片混沌，是嘈雜衝突不斷的日常生活。世界很單純，人生也是一樣，可是要維持單純卻很困難，因為平凡無奇的日子就是考驗。儘管如此，我還是要投身這片混沌裏，因為我的夥伴、我的學生都生活在這片廣大的混沌當中。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下定決心推開現實的那扇門。係啦，呢一個呢就係即係呢本書嘅結尾啦。咁咧，呢個年輕人呢，從一個好自卑啦、好充滿憤怒啦、充滿迷茫嘅一個年輕人呢，變成下定決心一定要將阿德勒心理學咧用喺現實生活，去幫佢嘅嗰班學生。咁咧其實都係經歷咗好多嘅嘢啦，亦都有好大嘅改變嘅。好啦，咁最後咧，我都好想講一講我點解會即係一口氣睇完，即係買完呢兩本書，又一口氣讀完呢兩本書啦。其實咧，我見到咧，呢兩本書嘅作者係日本人嚟嘅。咁喺日本社會咧，去提倡課題分離啦，去提倡我哋唔好去依賴其他人嘅認同啦。去提倡世界好簡單，人生好簡單呢，其實係並不簡單嘅。咁我諗都如果熟悉日本社會嘅都知道啦，日本其實係好講求集體主義嘅。咁個體嘅諗法啦，個體嘅表達啦，好多時咧都會受到壓制嘅。咁所以喺日本人社會啦，有人咁俾心機去研究阿德勒心理學啦，去提倡我哋點樣去活出自己嘅人生咧，其實非常之難得嘅。喺日本咧，你要做一個好即係個人化嘅人咧，其實係好容易被討厭嘅。其實唔單止日本嘅，其實好多亞洲社會咧都有咁嘅傾向嘅。咁所以咧，我認為呢兩位作者佢哋做嘅嘢咧係好難得，亦都係好值得尊敬嘅。咁另外阿德勒啦，阿德勒本身咧，佢係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嘅。佢之所以係研究心理學咧，佢本來係一個醫生嚟嘅。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佢係一名軍醫啦。咁作為軍醫咧，同普通行醫有啲唔同嘅。普通行醫嘅話咧，醫好咗個病人咧，病人就可以開開心心咁樣返屋企啦，同佢嘅屋企人咧繼續咁樣好開心咁生活落去。但係作為一名軍醫咧，佢醫好咗嗰啲傷兵咧，就意味住嗰啲傷兵就要返去戰場繼續打仗啦，有可能係會戰死嘅。即係其實咧，佢咧喺度做緊推人去死嘅嘢，雖然佢係做緊呢個醫生。咁呢一樣即係呢一個嘅經歷咧，令到佢嘅內心咧係好多嘅矛盾啦、衝突啦同埋痛苦嘅。OK， 阿德勒即係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啦，佢係經歷過戰爭嘅人啦。而日本咧，亦都係咧喺即係上世紀嘅頭50年咧，其實都係深度參與戰爭，甚至係主動挑起戰爭嘅。咁其實咧就戰爭呢樣嘢咧，不論係對於被侵略嘅一方啦，或者係侵略人嘅一方咧，其實兩邊國家嘅人民咧，同樣都係遭受好深重嘅苦難嘅。咁所以咧，
其實我相信咧，岸見一郎同埋古賀史健，佢哋去將阿德勒心理學呢樣嘢透過書本帶去日本社會啦，亦都透過翻譯咧一路帶過嚟俾唔同嘅即係唔同地方啦，甚至我哋中文世界都有啦。其實同阿德勒一樣啦，佢哋都有佢哋嘅心意嘅。其實要避免痛苦，即係避免苦難重演咧。我哋真係需要去停止集體嘅愚昧啦，集體嘅不自覺啦。咁所以咧，我其實喺即係我自己閱讀呢本書，亦都盡力咁將呢本書介紹出嚟咧。我都有我自己嘅一種使命感嘅。咁希望即係今日嘅分享，亦都能夠俾到大家一啲嘅幫助啦。亦都能夠咧，希望喺呢一個時代裏面咧，都發揮到一啲嘅作用啦。即使係好微小都好。好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